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Edward， 今日帶大家嚟到富豪山峰 Mount Regalia。富豪山峰 Mount Regalia 位於香港九肚山麗平路23號，呢度係傳統豪宅地段，群山環抱，居高臨下。2018年落成，由百利堡同富豪酒店集團聯手開發，總共160伙，包括7座低密度分層豪宅加24座獨立洋房。分層單位實用面積由1575尺到3360尺。洋房則直衝2233尺到4960尺，戶型涵蓋3房到6房，頂級配置，直接拉滿，走入去第一眼就係嗰270度翠綠山巒盡收眼底，氣勢磅礴，自成一國。呢種群山環抱、綠意盎然嘅環境喺九肚山頂級地段地位顯赫，寧靜遠離煩囂，真正嘅高端私隱感。設計上好多單位附設私人泳池、獨立私家電梯，直達單位大堂。甚至部分直通車庫，超高樓底，寬闊格局，內部空間感極強。曾經攞過多個國際獎項，例如 Best Luxury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， 確實係將先進建築、科技同自然景觀完美融合嘅代表作。而家睇下幾個特色單位，呢套單位用大膽嘅圓潤造型，重新定義空間邊界。臥室牆面如雲朵般自然流動，床頭同地板嘅隱藏式燈帶營造出漂浮般嘅輕盈感。主臥落地窗直接將九肚山嘅層層綠意拉入室內，早晨醒嚟就好似置身山間度假屋。浴室同樣講究細節，大浴缸旁邊係全景玻璃淋浴間，配上無邊框設計同頂部柔光，令沖涼變成一種日常儀式。客飯廳更似藝術裝置，流線型嘅賭台、弧形梳化區、圓形餐桌，全部以米白同淺灰為基調，配搭金屬同玻璃材質嘅反光，空間瞬間變得通透又唔失層次。窗外270度山景一覽無遺。另一套單位展現出極致現代奢華嘅風格，融合高級材質、幾何線條同自然景觀嘅完美對話，屬於九肚山豪宅中較前衛、精緻嘅私人訂製類型。基調係米白同大理石紋，配大量金屬、幾何切割同鏡面反射，空間通透又有層次。客廳天花流線金屬線條加暖黃燈帶，好似漂浮嘅藝術品。牆面銅色立體雕塑直接成為視覺焦點。飯廳範圍圓形透明玻璃台、水晶吊燈，適合高端小聚。客廳更設有吧台，圓弧設計，水紋金屬頂棚，內嵌展示酒櫃。小酌時好似私人會所。主人房超大落地窗，直面山景。床頭牆以金屬幾何切割拼貼，配橙黃燈帶，烘托溫暖氣氛。浴室以米灰色大理石紋為基調，配深色金屬邊框同幾何黑白馬賽克地板，營造乾淨明亮但極具視覺衝擊嘅氣氛。大量運用鏡面、金屬線條、暖黃燈帶同反射材質，空間感被放大，光影變化豐富，好似一件大型藝術裝置。浴缸旁邊大落地玻璃窗，頂部同側邊有暖黃燈帶，烘托溫暖氣氛。沖涼時，山景透過大落地玻璃窗盡收眼底，好似喺山間溫泉咁。如果你追求居高臨下、飽覽山海馬場嘅至尊生活，富豪山峰依然係九肚山頂級選擇之一。歡迎留言討論，或者直接跟我嚟現場走一圈，睇下其他單位或者細節。